好，而家幫大家去介紹一下我哋呢個樓盤所處嘅位置。嗱，而家呢個咧就金溪龍澤花園，咁佢其實咧位於沙溪嘅行政服務中心圈入邊嘅，咁佢附近咧有行政服務中心啦，有政府啊，有各種嘅政府嘅部門喺呢度嘅。咁從交通位置嚟講咧，我哋從花園一出嚟到呢個高速嘅出入口咧，就大概係5分鐘嘅路程。從呢個出入口，我哋直接可以接駁到中海高速，然後咧一直可以去到深中通道呢度。咁喺花園嘅後邊咧係寶珠中路，寶珠中路咧係沙溪一條中心嘅呢個公路嚟嘅，佢可以接駁到博愛路，博愛路嘅話亦都可以直接接駁到深中通道，係交通好方便嘅。另外從生活便利嚟講咧，我哋有龍都市場同埋呢個龍瑞市場，咁呢兩個市場嚟講咧，步行嚟講咧就10零分鐘，但係如果開車嘅話咧都係10分鐘之內，生活係非常之便利嘅。另外從教育嚟講咧，我哋對面咧就係中心幼兒園。呢個花園對接咧有2間學校，一間咧就係沙溪中心小學，一間咧就係下澤小學。從初中嚟講咧，我哋係對接呢個沙溪中學嘅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學校。另外平時如果我哋休閒嘅話咧，附近有幾個公園係值得留意一下嘅，就係第一個沙溪公園，距離項目只係幾百米嘅啫。後邊有個鳳凰山公園，就喺呢度。咁喺商圈方面咧，我哋可以留意旁邊咧有一個叫芳華里嘅商圈。喺小區呢度過嚟嘅話，開車10分鐘唔使。我剛才所講嘅所有嘅設施，無論係呢個行政服務中心又好，呢個高速嘅出入口又好，或者係呢個公園呢啲市場，全部都喺10分鐘以內全部搞掂，所以生活係極其便利嘅。嗱，同大家介紹下而家最新推出嘅12棟12棟。咁12棟咧係屬於2梯4戶嘅，我哋可以睇睇前面呢度咧係屬於99方嘅，呢兩個戶型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咧佢就南向嘅陽台，呢個陽台南向嘅。咁我可以睇睇旁邊呢度，咁呢個戶型咧值得同大家重點介紹下，佢係屬於95方，前後都有陽台嘅，南北對流咁嘅格局喺度。呢邊咧係屬於117方嘅，咁佢係屬於4房嘅單位，前後都有陽台，通風採光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至於戶型方面，我哋去到現場嗰度同大家詳細再介紹一下。我哋而家可以睇睇小區嘅沙盤啦，我哋會發覺佢嘅中軸線咧，嗰啲園林綠化就響晒中軸線嗰度，而我哋嘅樓間距嗰度咧，一共有68米咁闊嘅，所以嚟講咧非常之寬闊嘅樓間距，通風採光，好舒服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小區下邊有一排咧係佢個底箱嚟嘅。咁其中咧好多知名嘅品牌已經入駐咗啦。例如好似響呢棟一棟嘅樓下呢度咧，肯德基已經係入駐咗啦。今年嘅8月份咧就會開業。咁呢棟咧就係小區本身嘅商業樓。咁到時嚟講咧，好多知名嘅品牌，例如餐廳呢個服賣服裝好多嘅商店咧都會入駐響呢度嘅。咁所以佢嘅生活咧係好便利嘅。好啦，咁多位，我哋而家咧嚟到小區入邊嘅中軸線上邊啦，可以睇睇綠化率咧達到38%咁多嘅，已經所有嘅綠化咧全部做好，鬱鬱葱葱喺度，你喺呢度入邊入住咧係會覺得非常之舒服嘅。咁成個小區咧就配備咗600平方嘅2個泳池喺度嘅，咁有大型嘅泳池，有小朋友嘅泳池。目前嚟講咧，成個花園嘅綠化唔係話想像，唔係話圖紙，已經係現場實景，全部做好晒啦，唔需要你等待，唔需要你食大餅。我哋成個花園嚟講咧，嗰個佔地面積係達到83畝嘅，而佢嘅容積率咧係3.0，係屬於一個比較低嘅容積率喺度。而車位比咧可以達到1比1.2，意思話咧一個單位係對應1.2個停車位嘅。按照中山嗰個情況嚟講咧，停車位置係相當充裕嘅。嗱，我哋可以睇睇小區嗰個設置咧，佢係採用雙排咁嘅設置嘅，呢邊一排，嗰邊一排，錯落有致咁分佈咧，使嗰啲夏季嘅涼風咧，佢可以毫無咁樣阻礙咁樣穿行於個小區裏邊，嗰啲風係吹到好舒服嘅。前面就係一個休閒嘅區域，咁小區嘅小朋友老人家就可以喺度健身咁樣。喺前面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有一個少少嘅兒童樂園，小朋友咧可以喺度玩。
你會發現咧，佢小區裏邊嘅綠地咧真係好多喺度，綠油油。嗱，呢個小區咧仲有一個特點就係佢係現樓嚟嘅。咩叫現樓咧？假設你係存款嘅，交完錢就基本上就交鎖匙俾你。如果你係做按揭嘅話咧，基本上放完款就可以收樓。現樓實實在在嘅到手。嗱，咁我哋而家咧嚟到示範單位嘅樓下，我哋可以睇睇樓下嗰個大堂咧，都係幾有氣勢㗎。我哋可以睇睇入去咧，佢其實個裝修咧唔算得話好豪華，但係咧感覺好舒服。呢度咧應該後期咧可能會擺啲梳化啊，擺啲茶几喺度。呢度係佢嘅電梯廳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兩梯4戶，咁我哋上去睇睇。咁入到電梯呢度咧，我哋發覺有2個電梯嘅按鈕喺度，呢邊一個，呢邊一個。咁佢採用嘅品牌咧就係日立嘅品牌。咁呢個品牌響國內市場嚟講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品牌。啊，出名快靜音。我哋嘅示範單位咧就響28樓。咁而家咧已經差唔多去到20樓啦，所以大概10零秒咧就可以到達我哋需要嘅樓層。呢個就係99方示範單位嘅交付標準啦。一入嚟嗰度咧，有個空間可以做一個收納櫃。咁呢個咧就係3房2衛嘅單位，朝南嘅大陽台。陽台咧就有5-6米長嘅，非常之闊落。我哋可以睇睇呢度係正南方嘅視野。前邊呢度咧基本上就冇遮冇擋嘅，個視野係好舒服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就有2個陽台。呢邊廚房嗰度咧，仲有一個細細嘅生活陽台喺度。居住區域咧，3房2衛。我哋睇睇主人房，呢個係一個套房，空間嚟講唔大唔細，感覺好舒服。同樣有一個好大嘅飄窗喺度，兩邊嘅採光視野係好開闊。呢一個咧就係117方嘅4房單位，一入嚟咧同樣咧亦都係有收納嘅空間㗎。咁呢邊呢個房就細少少，咁你可以作為書房啊、茶室嘅使用都冇問題嘅。入到嚟我要感覺到好涼爽喺度，點解咧？因為前後都係陽台啊，南北對流咁嘅狀態。廚房呢度同大家介紹一下，廚房咧佢基本上嘅設置咧已經有喺度㗎，水喉蠟。呢個真實嘅嚇，咁啊，然後咧亦都有品牌嘅呢個抽油煙機同埋爐具喺度。咁呢邊嘅位置咧，我諗一個屋企咧就好重要嘅係一個好大嘅冰箱位。一個屋企只要有3個人以上，一定要有雙門冰箱，呢度全部滿足到你。咁呢邊咧大陽台咧，佢就係小區花園咁嘅景觀。佢距離路咧都有幾百米喺度嘅，所以你係非常之安靜，可以睇睇小區入邊嘅樓間，佢係足夠嘅。呢邊就居住區域啦，3個房間、2個衞生間，加埋啱啱入嚟嗰個茶室，一共係4間房嘅。咁同樣亦同大家介紹一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度咧個景觀係朝南嘅。呢間房有特點咧，就係佢個飄窗都特別大喎，可以睇睇。而家重點同大家介紹下95方3房2衛，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前後都係陽台。而家一入嚟呢度咧，嗱，其實呢個空間咧係單獨俾你使用嘅，其實就係一間屋嘅延伸，多咗呢個空間喺度，可以放啲鞋架啊，放啲其他嘅雜物喺度，唔會影響你屋企入邊。一入嚟睇到好清楚，前後陽台，咁呢種咁嘅設計咧，通風採光，成間屋都會好光猛嘅。95方亦都俾到你意外嘅驚喜，3房2衛。我哋睇睇呢個係衛生間啦，公共嘅衛生間。呢邊客房，呢個客房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，兩面嘅採光，個視野，哇！呢個 view 真係無敵，成個沙溪響你腳下。呢個雖然係客房，但係大家可以睇到。佢依然係唔細嘅，仲有啦，嗰個飄窗你睇睇，好闊落個飄窗。嗱，呢邊咧主人房啦，同樣咧係一個獨立嘅衛生間。
大嘅飄窗。目前嚟講咧，呢個12棟係啱啱加推嘅，價錢嚟講我哋仲未有確切嘅數據，但係按照以往嘅數據分析嘅話咧，有可能7000到8000蚊左右。如果大家預算唔高嘅，但係亦都想要一啲交通便利、生活配套比較完善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呢個樓盤。有興趣嘅聯繫我，帶你睇樓。片就睇完啦，如果大家係喜歡嘅，麻煩俾我點讚同埋關注。如果同時有朋友有需要嘅，你亦都可以將我呢條片轉發俾佢，幫助到更加多嘅朋友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期見。